3萬，只需要3萬，冇錯啦。前期只需要3萬蚊，就可以喺距離深圳最近嘅地方，大灣呢一度攞得一套900尺嘅3房2廳2衛嘅。你有冇興趣？有嘅話，跟住個鏡頭繼續睇落去。我哋首先嚟到呢個餐廳部分啦，擺咗圓台嘅話，空間感更加十足，係咪先？一個 L 型嘅廚房啊，佢嘅空間都非常之足夠㗎，包括埋呢啲咁嘅嘢，全部配晒俾你，帶埋個生活露台喺外邊，3米半嘅客廳開間，採光啊、通風都非常之 nice 嘅，包括埋有一樣嘢，家私家電都係配晒俾你㗎，你直接係拎包入住。出到嚟露台部分都係一樣3米半，望出去園林設施嚟嘅，內部園林啊，所以景觀係非常之靚嘅，同埋非常之靜。OK， 右手邊就帶個幼稚園啦，平時啊瞓多半粒鐘都先可以帶細路仔返學啦，係咪特別方便啦？仲有一樣嘢啊，我哋喺深圳工作嘅朋友啊，或者係香港嗰邊嘅過嚟都非常之方便啊。點解啊？2.5公里就去到地鐵口，就算樓下巴士坐巴士過去地鐵口，只需要10零分鐘到嘅啫。所以非常之方便嘅。嚟到休息區部分啦，3間房加埋個公共洗手間位置，乾濕返嚟全部幫你安排好晒。呢一邊做間 BB 房啦，裏邊有個飄窗望向園林嘅。呢一邊呢間房緊要啦，半贈送嘅。後期你做埋個衣帽間啦，都係非常之足夠嘅。入到嚟你間主人房啦，套間設計900尺做埋個套間喎，裏邊乾濕返嚟一樣做好晒。咁大嘅飄窗喺裏邊住啊，都係咪唔會覺得逼仄啊？同埋採光都非常之靚啊，望入去都係園林嚟嘅，高層啲嘅，仲靚添嘅景觀。OK， 呢度單位啱唔啱啊？嗱，啱嘅話咧，記得 follow Vicky 我啦，最緊要咩啊 ？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 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 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